換一個角度去睇公民挑戰春武里，一樣可以好好睇。中村佑人8分鐘為綠衫軍先開紀錄，令到外界普遍認為春武里實力高過公民嘅說法徹底嚟個否定。上星期嘅首循環，春武里主場送公民2隻光蛋，嚟到旺角場嘅呢一晚，呢支泰國軍團用咗12分鐘就追翻，入波嘅係沙曼拿。不過呢個亦都只係公民上半場唯一嘅失誤，論攻論守呢支香港代表都有功架㗎。沈國強起腳緊緊射斜。守住最後一關嘅謝德謙亦都有水準表現，連環撲救幫公民化解危機。爭議嘅一幕出現喺下半場剩翻嘅21分鐘，當法圖斯喺中圈點響地嘅時候，安莫就幫春武里反超前。呢個時候，部分公民嘅支持者鼓噪，願伊朗球證阿克巴冇吹停比賽。冷靜嘅綠衫軍球員就請擁躉鎮定，公民有的是時間。拼搏嘅態度咬到法定時間最後1分鐘，當趙俊傑頂入，將落後波幅收窄，曙光就出現。奇蹟嘅一幕，補時階段最後一擊發生，沈國輝亂軍之中將最終比分改寫成3-3。上天係好公道嘅，拼盡嘅公民搶翻寶貴嘅1分。換一個角度睇，呢1分對於公民爭出線16強，亦都肯定係關鍵嘅1分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郭子龍報道。